老铁，给我们的宝宝们演示一下。啥事啊，嫂？强制性的跑步机。现在他是书记，哎，我是村长嘞。280的羊杂汤。你是用虫草啊，还是有海参？上次一头，这样喝出来啊，我有点喝高了，有点喝高了。先把这儿一粘哈，我来个10遍，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跑出去，跑出去，跑出去！下到横店去。这个表情有那么重吗？这首歌我会唱。别往回找吧。左手右手一个慢动思想安静了吧？你算的二加等于多少？哎，8呀！他算的是8，我算是6吧。有眼ngỡ。什么这么好笑，唐老师？关你什么事？哇！还是再来一遍。